喂，你最近係咪成日聽人講 Hell Trade，但係完全唔知佢同你個荷包有咩關係？今日呢條片我唔同你講抽象口號，我同你拆到一格格。點解華爾街同財經媒體突然鍾意講重資產低過時風險，同港股又有咩可以對位？記住，聽完唔等於要買咩，最重要係你學識用一套框架自己驗證。如果你覺得有料，記得 like 分享，仲可以 follow SL886財經網，之後仲有更多實戰角度。Hello 呢四個字母，市場普遍解讀做 heavy assets, low obsolescence，即係中文講重資產低過時風險。重點唔係幫你貼標籤靚股醜股，而係問兩條問題：第一，呢間公司營運係咪要大量實體資產同網絡先轉到？第二，呢啲需求會唔會因為 AI 或者軟件更新就一夜之間變晒？當市場擔心科網股被顛覆嗰陣，呢類敘事就會特別大聲。但係大聲唔代表永遠啱，亦唔代表任何一隻好似係個股票都值得買。重資產講緊係電網、管道、港口、鐵路、發電設施、大型工廠呢類，起樓、申請牌照、拉電、搞供應鏈，往往要時間同巨額資本，正因為難複製，競爭門檻先會高。港股投資者聽到呢度，可以聯想到公用能源、部分工業同基建相關板塊，但係重資產亦代表折舊、維護、融資成本同監管壓力，股價可以好波動，唔係悶聲發大財四個字就講完。低過時意思係，就算 AI 改變咗辦公室點做嘢，你仍然要電、要材料、要運輸、要處理廢料同基本民生需求。呢啲需求唔係話永遠線性增長，但係好難被一支 App 完全取代。投資上要留意嘅係邊啲子行業真係有長約、監管護城河、現金流可見度，邊啲只係借概念炒一轉。唔好將低過時當做永遠升，兩樣嘢完全唔同。點解近年市場成日攞希路出嚟講？外圍論述好多時圍繞兩件事，一是資金輪動，資金由過度集中嘅故事股流出，去揾有實物同現金流嘅板塊；二是 AI 基建要電、要銅、要機房同物流，對部分舊經濟板塊帶嚟增量想象。你要知，媒體引用嘅升跌幅係過去某段時間嘅統計，唔係對你未來回報嘅保證。香港投資者最緊要係明白敘事背後嘅週期同利率環境，唔好見風就進妥。落到港股，好多人會先諗公用事業、電力、燃氣、供水相關嘅穩定需求，監管價格機制，現金流相對可睇。市場討論入面成日拎嚟做例子嘅，包括中電控股、港燈投資呢啲板塊，要睇監管週期、燃料成本、減碳政策同信貸環境，唔係睇完個名就入。以下提到任何股票代號都只係教學例子，唔係買賣推介，你必須自己睇年報同風險因素。第二塊係能源同大宗商品相關，油氣開採、煉化、航運能源成本呢啲位，通常同全球需求同地緣政治好敏感。例子譬如中石油呢類國企能源股，波幅可以好大，股息政策同政策風險都要獨立評估。HO 敘事有時會將 AI 要電同傳統能源拉埋一齊講，但實際供需同 ESG 轉型壓力好複雜。千祈唔好用一個標籤代替你做功課。再落一層係工業金屬、建材、重工、部分交通基建、銅、鋁、特種設備呢啲，往往同經濟週期好夾。港股裏面有唔少中資工業同原材料股，盈利可以幾年上幾年落。你要問公司槓桿高唔高，出口定內銷為主，對商品價格敏感度係幾多？如果你只係因為聽到 HO 三個字母就衝入去，好容易變成接週期貨嘅一方。風險位一定要講足。
第一，週期風險，經濟放緩，商品價格急跌，重資產股盈利可以好快變臉。第二，利率同匯率，借貴錢嘅公司壓力大。第三，政策同 ESG， 減碳增氧飽，環保價格管制都可以改變遊戲規則。第四，估值，當人人都講 Hello， 熱價可能已經反映咗喺價入面。最後，地緣政治同供應鏈重組可以令看似穩陣嘅資產都出現黑天鵝。咁邊類人適合用 Hello 做思考框架？如果你投資期相對長，承受得住較大回撤，願意睇年報同現金流而唔係淨係追題材，你可以將 Hello 當其中一個檢查清單。如果你淨係想短炒消息，或者完全唔想睇週期股，硬套 Hello 可能只會增加噪音。記住，策略冇高上低劣，只有啱唔啱你性格同資金性質。俾你5個自查步驟，聽完可以截圖。一、現金流同派息係咪嚟自核心業務？定一次過收益。二、淨負債同利息覆蓋點睇？三、監管條款同價格機制，未來5年會點變？四、對商品或匯率敏感度係幾多？五、估值用邊個指標先合理？市盈市淨、股息率定自由現金流？做完呢5步，你先至有資格同自己講：我了解呢筆投資買緊咩？總結 Hello Trade 係市場講緊嘅重資產低過時風險框架，幫你理解資金點解有時會偏好實物同基建，但係唔係貼紙就會賺錢。港股方面，公用、能源、原材料同工業都有得對照，但一定要自己做風險評估。想繼續有系統咁學港股同環球敘事，去 SL886 財經網睇更多工具同資訊。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鐘仔揀全部通知。本影片僅供教育與資訊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可以蝕晒本金，自行承擔決定。